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2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三党总统候选人拢举行选情之夜，民进党赖清德和国民党侯友宜拢伫咧帮球，也那民众党郭文哲是伫咧开刀。明仔载就要投票啊！民间团体发起青年民主回乡列车，113块就停好坐车回乡。另外，台上也等来投票，预估要到20万人。去年9月高雄发生嫌楼顶伤吵，当囡仔面头前甲囡仔爸母抬死案件，检方侦查终结，望法院甲嫌犯判死刑。明仔载就要投票咯！这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早起就伫新北市用车队拜票，下晡也去到台北拜票。赖清德是呼吁民众拢爱出来投票。面对着南北互相批评、操作弃保，赖清德也表示讲，民主的选举唔是气象保相，伊和萧美琴是3组候选人当中上在调推动台湾进步的候选人。支持者日前一手选前最后24点钟，民进党选择回乡相帮，赖清德透早为新北市出发坐车拜票，伫扫对手侯友宜的票仓，前一暝伫凯道的自设人踢店，赖清德感谢总统蔡英文牵手相挺，即马南北互相批评操作弃保，伊也向支持者话讲，家己甲萧美琴才是上有能力的一对。这个礼拜，我跟美琴全国大车扫分进合集。今天下午我们在台北市会合，那也跟8席优质的立委候选人在台北市团结在一起。我们呼吁全国美德都能够站出来，我们大家共同完成最后一里路。也是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公开爱民众党郭文哲，卖甲民进党组联合政府。赖清德嘛回应，看来赵少康是真支持伊。这段话是伫表示伊已经当选了。伊也呼吁国会爱超过一半，请大家下暗选情之夜爱站出来，13踊跃来投票。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明天的票非常关键，影响台湾未来的路，大家一起站出来，一起加油，一起为台湾努力。萧美琴替立委候选人苏卡奎表示，这场选举各界拢真关心，现场还有外国观选团到场，呼吁大家做出守护民主的选择。暗时民进党嘛要举办造势晚会，先为赖清德本命区的台南出发。最后伫板桥上场，甲国民党同款，拢伫新北市要决战选情之夜。记者综合报道。原来国民党的侯友宜是伫咧台中拜票，赵少康是走北部南部。侯友宜讲，伊若当选会提拔少年人和这个优秀的公务人员。另外，伊也批评赖清德的台独主张。不过，选前之夜无邀请马英九引起议论。赵少康表示，是为着卖互别人有讲话机会。日前甲民众翕相握手，各地报啊签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12到台中，甲共党的立委候选人扫街，佮台中市长罗秀燕合体。伊强调，国民党会去征召有完整国员历练的家己，代表已经在改革进步，会继续提拔青年甲优秀的公务人员。啊，不过为一顿，佮批评民进党赖清德的台独主张，互世界拢紧张。赖清德的台独主张，让全市都非常的紧张，所以我们记得要选一个必战的总统，绝对不是引战的台独的赖清德。战争很多都是国家领导人的问题，绝对不是人民的问题。
甲劳动人斗阵跳舞，侯友宜副手赵少康参观台北市的治疗中心，选前最后一天，两人分进合击，一个中部，一个北部南部，选前之夜会斗阵回防侯友宜本命区新北棒球，已经自团结气势，暗过前总统马英九，相信习近平的讲话加出证据，传出选前之夜无邀请马英九。赵少康表示，尊重主办单位推出是为着要让马英九唔当可能冷康胖。民进党很厉害的。很会见缝插针的，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不要有任何意外，好，就选举人讲不要有任何意外，任何事他平平顺顺过去就好了。我想这可能是主办单位的考虑了。马英九回应无受邀请，暗过支持国民党候选人本意未改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到3天解说，最后是无愿意看到马英九搁受民进党恶意攻击，要候选前之夜将目标放伫民进党露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的候选人郭文哲和吴欣盈，今早去开国际记者会，提出3张国政处方。若准当选会照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的问题。郭文哲强调，美国是台湾真重要的盟友，会伫咧这个基础顶头甲中国沟通。做总统的前半段上重要就是求稳定。国前大选只剩一天，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郭文哲甲副手吴欣盈再去开国际记者会，提出3张国政处方签，针对经济国防两岸进行说明，也承诺若当选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甲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问题。我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问题，确保台湾人民继续保有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为全世界内的160间媒体，总共312人报名。会中外国媒体将目标放伫美中台关系甲两岸议题，未来各如何面对中国沟通时阵的暗藏危机。郭文哲表示，若当选前半年未当军事、情报、警察重要人士。台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你知道吗？如果真的当选的话，我在前半年不会去动军事、情报。说是警察这种重要的人士，先力求他能够稳定的度过。郭文哲也保证美台双方信息 no surprise， 更加对话展开沟通，强调九二共识在台湾已经被污名化。副手吴欣盈也开讲经济议题，因为半导体和 GDP 成長，不過帶予台灣人民的工作機會卻真少。Only 3% of our business of our jobs are actually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Our 60% of our workers are actually in the service sector, which is why we're all hearing about this low wage and high housing price problems. 吳欣盈也主張成立主權基金，打造護國神盾，轉變台灣的經濟格局，走向多元化加進行更較強的經濟關鍵。記者綜合報道。明仔載就是投票日咯，中選會今年增加146個投票所，選務人員總共有24萬人。中選會是擱再提醒民眾，暗時飯點過後，民眾都袂當擱再繳票咯，連網絡社群、通訊軟體也攏袂當，避免犯法。拜六就是投票日，今仔是竞选活动最后一天。中选会今仔日召开记者会，提出大家爱注意的代志，严格要求各候选人造势活动爱伫咧暗时10點之前结束。中选会嘛提醒民众，投票的时就爱查3項物件，也就是身份證、印仔，也佮有投票通知書。另外，永暗饭点过，也就是1月13投票即天是袂使有任何有票行为，像讲伫咧网络的通讯媒体嘛袂使哩。1月13日凌晨0時起，不可以在通讯軟體 LINE、臉書等社群媒体或其他媒體為任何候選人助選，違反的話將處以新台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的罰鍰，經制止不聽者，得按次連續處罰。另外，民眾在投票的時，除了禁止站嘛禁止穿有候選人標記，也是號碼的選舉物啊，也閣有衫褲。就算講發揮創意，伫咧身軀頂動骹手嘛是袂使的。有在頭髮上面這個顯現出這個候選人的圖樣等等，這個一般客觀會認定是一種助選的行為。這個全國的投開票數計共有17795個，投票的時間對早起8點到下晡4點。為咗要防止媒體伫咧報道開票的節目過程中間出現錯誤的數據 ，NCC 這個大選無和中選會合作，
会密切观察每一间电视台的开票作业，一定要符合真实、有所本、通查证的3大原则。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明仔载投票日，为着要减轻少年家回乡投票车钱压力，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今年也发起青年民主回乡列车，鼓励少年人参与政治，学生囡仔开113块，就当坐车回故乡投票。若讲到明仔载天气，各地头是侪云到好天，鼓励民众就爱出门投票。拜六就是投票日，一侪人拢赶伫拜五要回乡投票。台铁和高铁伫1月12至15拢有加开车帮。另外，为着要鼓励少年家回乡投票，减轻车资的压力，台湾青年民主协会今年嘛发起青年民主回乡列车。拜五下晡伫台北车头有开3班客运头班车，要往花莲、高雄、屏东载载少年家登去投票。台湾的投票制度必须要回到户籍地，因此对年轻人造成一些结构性的困难。年轻人也更正当的认为，不回家投票好像也不会影响什么。好，那我们希望可以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因为我其实是住在云林，那其实到台北这边念书，那如果说我搭高铁回家，其实以来回的车票来讲，就快要2000元。所以我觉得这个返乡列车其实是可以帮助我解决这些困境，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来参与的。今年回乡列车拍算会当协助1200个20岁至35岁少年家回乡投票，车钱只要113块，计共52条路线，就是希望少年家积极参与政治。因若拜六除了东半部会落一寡雨，气象署表示各地多数是这份好天。在东半部地区，其实明天的一个降雨机会是会比较提高的一个情况。那特别像是在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这一带整天都会有一些不定时的短暂降雨出现。最后，爱提醒民众，虽望拜六各地多数是好天，不过早暗温差大，要是爱注意低温。中部以北低温10度至14度，因若新竹嘉义南投透早低温可能无10度，不过若出日头气温就有20度以上。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选举前一天，中国厦门、上海、北京、飞来桃园机场的飞行机房拢是客满的，愈接近大选，登台湾的人数就愈来愈多。按算今仔日登来的这人数会来到高峰，预估会有20万名的这个大商登来投票。金门小三通也出现回乡人潮，这旅客大部分拢是大商，因也强调讲登来台湾是为着要投票。金门的港务处也表示，这航班规工的载客率有机会来到70%。选举前最后一天，厦门、上海、北京、飞桃园机场的班机客满，为咗大商拼大选最后一天登来台湾，国家最近一礼拜中国登来台湾的人阵，预估有20万大商回乡投票，真侪人是投完票过完就完，随飞转去中国工作。根据移民署国境大队统计资料，敢若桃园机场初5至11，个人为中国登来台湾的人数48974人，比前一礼拜的40180人加8794人。为趋势嘛，当看出愈挖近大选登来台湾的人数愈侪。基本上都回来，没有会事先把所有工作就先排开。其实今天比较人是真的比较多，几乎全满。周遭是不是回来投票意愿蛮高的？是啊，大概有80%。大商表示，比起前2届大选，这届回乡人阵较是踊跃，航班、船班拢真热门，不管是坐直航班机、为港澳转机，还是小三通人拢真多。旅客赶大包小包行李排队落船，金门小三通航班12出现回乡的人阵，入境大厅比平常时更侪人，大部分是大商，有民众真欢喜讲，回来就是要来投票。真的是特别回来，真的，因为这票很重要啊。没错，很重要，非常重要，加油！第一班的载客率有到93%，那第二班的载客率有到80%，那平均起来前天应该会到70%左右。小三通的载客率真高，载客的船班差不多客满。金门县港务处是讲，预定规港的航班载客率会达到70%，也因应回乡的人阵使用较大的船型，增加载客量。记者综合报道。各地头的地检署侦办妨害选举案件到昨为止，最高检统计有超过3200件。亲像高雄的检方检调查这中共介入选举案件，依照违反渗透法定罪嫌起诉4个里长。宜兰检方最近也发现讲，有真侪群组伫咧流传一张图片，讲什么有人买票已经掠到啊，特别徛名是宜兰地检署。检方也强调讲，这是假消息，昨有甲2个人约谈。落尾是无报车会。从贵新区乌入去地检署，少年选2个查某人，互人带回约谈。
就是这张图卡，伫宜兰国军组流传，真大标题掠着贿选，下骹阁有写买票的字，图片来源讲是宜兰地检署，互检方赶紧背回，讲这是无实在消息。11依照涉嫌意图使人无当选等罪嫌，讯问2个涉案人。本案被告2人经检察官讯问后均请回。经过复审了后，宣布互人请回。对外界传讲涉案人是民进党的党工，立营的宜兰县党部证实2个人的身份，嘛背回讲假图卡甲警总甲党部拢无关系，也呼吁司法赶紧行党工清白。换看高雄，检方进行侦办中共好亲像介入选举，团真侪里长到案涉嫌去中国旅游，好亲像接受落地交代。11侦查终结，佮依照反渗透法等罪嫌起诉1个里长以外3个共团里长，也互人依照涉犯投票受污罪罪提起公诉。招待内容包含4星级酒店住宿5晚、当地知名或特色餐厅等全程餐饮。于行程聚餐时，对有投票权之团员宣传两岸一家亲等特定政治理念，暗示团员就政党票误投某政党及其推荐总统候选人。检方查出对华代办有2届透过高雄的县党里长，一届是伫去年9月，涉嫌招31个人去北京耍6天，家己付机票1万外，其他加大拢免费。今年12月，涉案的里长又搁招团去厦门佚佗，参会顶管拢要求支持特定候选人。除了持续选举的查实工作，全台各地地检署也出动检察官进驻辖区各警分局。过去也曾经有发生过，在最后造势的这个晚会上面会有所谓买票贿选的情况。当有需要我们检察官案件的指挥的时候，我们有立即可以去做及时的处理哦。虽然大选出无偌久，检方也是无放令，因为最高检察署统计到11侦办的妨害选举案件超过3200件，敢若中共好亲像介入选举等，牵涉到反渗透法都有100外的案件，被告287人。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就是总统大选投票日，不过台大病院企业工会不满病院无主动安排人员，甲中选会等政府机关讨救兵，说是双方伫咧遐下提责任。地区想要投票的医护人员找无人代班，初步判断有500-600人跋倒去投票。台大病院是回应讲，病院拢安排选举进程无方便加讲啥。那中选会是发表声明，因是讲会听各界意见。另外，劳动部是强调，雇主袂当妨害有投票意愿的员工去投票，劳资双方就要互相协调。台北到总统大选投票这天，真侪民众拢会去投票，看起来是简单的行使公民权，但是这对台大病院爱轮班的医护人员来讲是真无简单。暗测明仔载差不多有500-600个医护人员因为轮班无法度休假投票。想投，但是他被排了上百班，那院方就觉得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实际上投票这个东西就是宪法保障的人权。今天院方有点把这件事情踢给基层同仁。台大病院企业工会真不满，就算拄着投票日，病院嘛是同款爱运作，院方却无主动来介入协调人力，造成想要投票的医护爱家己想办法找人来代班。对这台大病院企业工会和台湾公务革新力量联盟发出4点诉求，希望轮班的人员要有充分的时间会当投票，各组爱尽协调人力调度的义务，提升轮班人员投票日出勤的权益，还有政府延长投票的时间。台大病院是回应讲，病院拢安排选情无适合加讲。中选会讲，中选会这选务机关依法办理总统立委的选举，会听各界的意见，司法的部分会转予法律主管机关。劳动部讲，投票迄天有投票权的劳工，拢会当依法休假。如果是劳工朋友，那想要去投票，那告诉雇主，我又要去投票，我那一天没有办法上班，雇主是不可以强制的。场域上面，或工作形态上面需要做一些营运的需求，那大家就做一些互相的协调。劳动部讲，那劳工和雇主要求讲，投票迄天爱出来上班，伫投票投了，回来做工课的时阵，雇主应该爱加倍发出勤时段的工资，才袂去违反法律。记者综合报道。大社区大楼一定有一寡住户是真惨。咱若伫咧去年9月呢，伫高雄某一栋大楼，因为住喺楼顶的住户伤过惨，楼骹就举刀去甲楼顶的翁仔某刣死。这在案件今仔日侦查终结，检方认为这被害人伫咧被害者2个囡仔面头前刣死因的爸母，手段真粗残，而且无悔改意思，无教化可能性甲必要性，依照杀人罪起诉，希望法院就要甲伊判死刑。
警方押送卫兵还佫伫咧，伫白色安全部的姓外嫌犯，去年9月15，疑似因为噪音纠纷，竟然提刀啊到楼顶杀害厝边翁某。警方12宣布专案终结，依照杀人罪起诉嫌犯，各向犯人求处死刑。利用该处大门未关之际进入客厅，在2名质子面前，先持刀砍刺被害妻子，随后无幸被告再进入主卧室。持刀砍刺未着衣物之被害丈夫，任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条第1项之杀人罪嫌，建检法院量处被告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检方考虑，嫌犯故意杀害被害者，受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锁定，情节上重大之罪，犯后过度造别证，定性各行使干部权态度无好，行为互2个囡仔身心受创，毫无悔意，认定嫌犯恶性重大，无教化可能甲必要性。如果他没有反省，没有去判处死刑或者是严刑去处置的话，我觉得也有蛮大的机会会再犯。凶犯后厝边将行刑，也为家属带来真大伤痛。当地民众也专讲被害者家属的看法。明明可以沟通的事情，为什么要用这么凶狠的手段来处理？后面的判决结果，他们也没有抱太大的那个期待，只是说希望他得到应有的那个惩罚。被害先生爸母是感谢外界关心，表示目前希望后囡仔生活赶紧恢复正常。检方起诉代表台湾正义司法，互嫌犯为错误付出代价，也祈求救救公权力的展现，无过有下一个受害者。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为着要对抗这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这个组织，美国和英国联军将发动海空攻击，用军事行动回应也门反恐军伫红海的攻击行为。即马以下冲突也确定扩大了，联合国出面要求青年运动需停止伫红海行动。英国战机11案自塞浦路斯空军基地起飞，加入美军带头的联名，针对也门民兵青年运动，伫咧首都沙那的贵罗族机场加附近军营发动空袭。美国总统拜登讲，这边行动是对青年运动继续攻击红海商船汇船的直接回应。英国首相苏纳克是叫青年运动停止攻击，不过伫咧英美联军发动攻击进前，青年运动的领袖已经讲，将会对任何美国的侵略做出回应。ونحن بذلك أكثر عزما على مواصلة المشوار واستهداف السفن المرتبطة بإسرائيل ولن نتراجع عن ذلك وموقفنا إيماني وعلى الأمريكي أن يعرف ماذا يعني هذا。有伊朗伫咧支持的青年运动，自2014年以来，一直甲政府军进行内战。因讲会攻击红海的船，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伫咧加沙的毁灭性陆空攻势。美国五角大楼证实，英美联军进行伫咧红海联合军事行动，拢有甲青年运动的攻击动来。U.S. and UK forces were able to down 18 one-way attack UAVs, 2 anti-ship cruise missiles, and 1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when these weapons were launched toward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where dozens of merchant vessels were operating. 聯合國安理會70以11比0的票數，也有中國、俄羅斯、阿爾及利亞加莫桑比克4票棄權，通過一項決議案，要求青年運動須停止攻擊經過紅海商船，也熱烈譴責伊朗供應武器給青年運動。And adopting this resolution today will reaffirm that all member states, including Iran, must adhere to their obligations. Хотели бы еще раз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данная резолюция не мож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ак легитимизирующее действие в Красном море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коалиции, состоящей из США и их сателлитов. 另外，伊朗的海軍昨夜伫咧阿曼灣水域，甲一台希臘級的油輪靠來，但是伊朗官方講，這是一台美國級的油輪。伊朗的武裝分子去伫油輪頂，強迫這隻船改變航向，駛到伊朗。北京譴責這件代志，並且呼籲隨甲船甲船員放出。這件事件也和中東的局勢愈來愈緊張。公司新聞陳偉林報道。太平洋的島國巴布亞紐幾內亞，因為因的安全部隊人員不斷去向靠薪水發起抗議，落尾煞變做是暴動，到今已經有16個人死亡。即馬官方宣布首都進入14天的緊急狀態，派1000多人移除治安。
伫暗暝见调度火烧甲真美，互人看甲真着惊。桥路一万人看到真侪人趁乱抢劫店头，太平岛个巴布亚纽几内亚实在发生骚乱，真侪人去桥路放火抢劫，造成10多人死亡。 48 years of independence, I can't recall in my lifetime seeing this level of devastation in a single day event. It's just senseless, it's unacceptable, and we just need to have a really good hard look at ourselves and challenge to how we got to this place and what we're doing to make sure we come out of it pretty quickly. 代志发生时，巴纽安全部队人员发现，最近一摆潜水接受金额减少，不满遭到无武警检潜水发起罢工，佮去国会抗议，结果首都莫斯比港马上陷入混乱。几点钟了后，佮拖甲北平差不多300公里的来程。巴纽总理马拉佩宣布，首都进入10时间紧急状态，佮派出超过1000人的部队戒备维持治安。然后马拉佩也将警察署长、财政部长甲真侪高级官员停职。 佢表示，政府会调查这个暴动原因。 We look into where that organisation and where that support came from. Full administrative as well a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will take place. To go through this one, state of emergency will be under the command of Deputy Police Commissioner, now Acting Police Commissioner Yamasumi. 英国的澳洲总理艾巴尼斯表示，密切关注巴纽情势，目前还未接到巴纽政府要求协助平乱。中国外交部是指出，这动乱造成2个中国公民受轻伤，而且有真一间中国人开的店和暴民抢劫。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 美国前总统川在出席防指控的民事诈欺案，最后一天审判，伊就发表6分钟的意见。伊批评法官对伊有意图，也强调伊是防政治对杀。失控的行为，法官也要求伊的律师着爱管好家己的客户。 纽约州控诉川普的民事诈欺案11最后庭审，互人禁止参与激辩申论的川普，无顾法官恩格隆要求袂使偏离主题，家己论战6分钟，批评恩格隆有其他的目的，讲伊家己真无辜，受到选举政治的迫害。法官要求川普的律师爱管好家己的客户，甲尾拍断伊讲话hiệu斗。川普事后搁再大声讲，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甲拜登总统讲家己才是互人诈欺。 受害者应该得到赔偿。She's got serious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There's no question about Letitia James, the corrupt Attorney General of New York. Oh, I want to go to all of my trials. These are all set up by Biden and the Democrats. This is their new form of cheating. 川普因为家暴帮第三价值误导银行甲保险公司，予伊真好的贷款条件。2022年，予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起诉，检方指控川普集团活动运作的重点都是诈欺，向法官求处3亿7千万美金的罚款，佮禁止川普继续伫纽约经营房地产事业。审判结果可能会对川普的商业帝国有影响。审判中，川普嘛坦白承认，某一寡资产灌水是属有老实的白贼话。检方讲这是故意诈欺，目前法官等咧考虑伊的刑责。This case has never been about politics or personal vendetta or about name calling. This case is about the facts and the law. And Mr. Donald Trump violated the law. 诈欺案审判期间，川普真一届公开考试法官恩格隆甲检察长詹洛夏，即便前几点钟，恩格隆的主题甚至传出炸弹威胁，不过庭审无受影响。目前川普有4个刑事诉讼提审，包括2件想要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不过伊拢讲家己无罪。4个案件拢有可能伫今年大选前审理。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来看南美洲国家阿根廷，因的物件一直咧起价，自2023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200%咯。这物件一直起，薪水拢无起，买一个物件变个真计较，爱较欠咧。若准想要讲享受一个三不五时，较拍手一个，即马是连想拢唔敢想啊。人客伫单位头前看真久，一直考虑计下无度决定买物件进前算盘爱小得者，这已经是阿根廷生活史上的代志。Lo que pasa es que no hay nada barato. Antes, por ejemplo, vos podías consumir verduras, por ejemplo. Y ahora tenés que estar mirando cuánto. Lo que comprabas 1 kilo, ahora comprás 3 papas para que no se te echen a perder 4 papas, sí.
买菜1块2块拢爱算甲够，因为物价真正起伤济。阿根廷政府11公布数据，当地2023年的年度通货膨胀率起到211.4%，起上济是食品加非酒精饮料，年增加计数超过251%。物价拼命起，薪资无成长，百姓只好欠长内度过生活，毋敢有其他的开销。较早阿根廷人介意招朋友来厝内烘肉的这种社交活动，即马拢毋敢办。Alegría que me daba invitar a mis amigos, porque tengo la posibilidad de hacer un asado que es típico del argentino. No, imposible. Se ha perdido la noción del precio. Entonces, ¿qué pasa? Vos le decís 1000 y le decís 3000 y es lo mismo. 食饭无简单，厝嘛真歹找。住伫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的一个民众就讲，即马厝的租金起几多倍。73.000 pesos es lo que me cuesta alquilar este departamento al día de hoy. Y lo que estaba buscando para algo más o menos similar, más o menos por esta zona que es donde yo siempre viví, entre 350.000 y 400.000 pesos. Estamos hablando de ¿cuánto? Más del 200%, casi 300%. 想要找会当负担的厝，都爱去更较远的所在开更较侪时间通勤，啊，毋过会产生燃料甲交通费。阿根廷经济变歹已经有一段时间啦。总统米雷伊旧年底胜选上台了后，虽推出经济休克疗法，甲阿根廷的比数报50%以上，佮大幅度削减燃料甲交通的补贴，取消商品计销的管制。啊，毋过伫看到政策有效进前，阿根廷人也是爱继续忍受钱无去的痛苦。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为了要维护这动物的权利，这墨西哥的传统活动德牛捌互法院禁止过，伫咧首都墨西哥城消失1年半。毋过要维护这相关产业人员的就业权，墨西哥最高法院甲德牛禁令取消，即马是搁再引起议论啦。德牛所手提红布，声公牛愈来愈活，紧张的德牛表演，互场边的观众看甲是一直秀出来。墨西哥有要500年德牛的历史，嘛是世界德牛文化的重镇之一。不过，伫动保人士的呼吁之下，墨西哥法院伫2022年的6月禁止德牛的活动，互叫做世界3大德牛场之一的墨西哥广场竞技场，即嘛是有够冷清。Desde los 7 años venía a esta plaza y el hecho de que te quitaran o te prohibieran el venir a esta plaza。但是最近墨西哥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规个冰盘，因为动保团体无法度证明德牛会造成随着发生，而且无法度挽回危害，而且禁止德牛会限制相关产业人员就业的权益，决议要推翻德牛的禁令。根据墨西哥国家德牛饲养协会统计，德牛替墨西哥创造20多万的工作机会，包括8万多个直接的工课和14多万的间接的工课。德牛业当年还有要4亿美金的产值。torear, con entrenar, con triunfar en esta plaza, escuchar el ole tan significativo que tiene México, la afición tan bonita, o sea, es un sueño que todos los días trabajamos y soñamos con eso。当初是提案禁止德牛的人士讲袂放弃，因认为讲德牛是残忍猎杀动物的行为，会有暴力影响。Una muerte de un animal porque hay música, una muerte de un animal porque hay mucha gente aplaudiendo. Eso no es una muerte digna, esa es una muerte de un espectáculo, es un sufrimiento innecesario que se le implica al animal。动保团体讲，全世界当年差不多有18万只公牛伫比赛时阵死亡，因联合倒牌政党议员，讲是会拼命抗争，互德牛的禁令搁一摆实施。公司新闻讲文编译。提醒观众朋友，咱台湾明仔载要选举，也就是今仔日暗时翻点过后，袂当搁伫咧社群媒体甚至是赖顶头，甲你的亲戚朋友救票，避免犯法。啊，那咱台湾的拜六特别选举咯，国防部也查到中国的空票气球，24点钟内就飞来5粒，拍破英国纪录。美国强调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选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要去拜访中国中联部长刘建超，警告中国莫把台湾的选举当作是破坏稳定借口。
台湾明仔载就要大选，国防部公布11透早6点开始24小时内，伫台海周边查到10架厝的强机、6架厝的强艦，甲创单日成员的5粒中国空飘气球，其中2粒路线飞过台湾本岛顶悬，另外1粒为南部顶悬穿过，加做后尾包夹的态势。美国国务院表示，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或者是影响台湾选举。About upcoming elections in Taiwan, we've been very clear about our opposition to outside interference or malign influence in Taiwan's elections. 国务卿布林肯是甲南韩新任外交部长赵对列通电话，表示美韩同盟的重要性，佮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美国之音报道，布林肯会伫美西时间12日，也就是台湾大选进前，甲亚太驻卿康达共同会见伫美国访问的中国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赵建超，各界中国唔通将台湾选举当作破坏稳定的借口。刘建超是伫进前到美国外交智库演讲的时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地形，是袂当超过红线。习近平想要进一步去推动美国，那么来处理这个台湾议题，我派刘建超到美国去跟这个布林肯见面，那么正式表达北京的一个立场。学者丁树焕指出，美中继续透过官员见面，明确表达彼此的立场，努力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由北京驻青官员证实，总统拜登会伫台湾大选了后，派回官方代表团来台湾访问。根据《金融时报》报道，新环岛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甲国家安全顾问海德里率团。丁树焕认为，这是美国照往例做法，也是为管控选后的美中台三方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民众投票去投煞，上界关心的就是开票咯。那明仔载呢，公司台语台对下晡5点到暗时10点有举办这大选这个开票特别节目，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开票。那讲到这届总统大选，外界拢伫咧流传讲，啥人会当摕到少年家的选票，就是赢面较大。不过这薪水上低，厝价上悬，厝也买袂起，就是这少年人上界关心的议题之一。这3位总统候选人要针对这议题提出因的政见，希望争取选民的支持。一栋一栋新大楼，青年要买厝哪像愈来愈困难。根据内政部的资料，2023年第二季全台平均房价一平有32.14万，平2022年同季的30.28万，是起6.14%。蔡政府提出社会主体包租代管等等方式实现居住正义。未来总统要安怎做？民众党国会的是提出3大方法。每一个捷运站周围500公尺内有国有的空地，这样可以换宽中距离，盖大量的社会住宅。现在少子化，所以事实上校舍不需要那么多。也许这也是一个机会，公有的旧房舍整修以后也可以拿出来用。是说你有很多房子在当包租公包租婆，那个才需要提高税率。如果你拿出来住人可以下降，那如果当公寓租出的话，那就可以用最低的税率。另外应该租金补贴不要用一口价，应该按照每户的这个收入还有人数应该有不同。民进党热情地讲，会推动囤房税2.0，优化青年按揭贷款的制度，也会延续蔡政府20万户社会主体的政策，而且会继续增加。就是用全国总归户，利用房屋税的差别税率，来遏制恶意的炒风，让房价能够恢复正常。青年安家贷款额度由800万到1000万，利息补贴由现在的半码再加1码，总共0.375%。清德未来也会以8年为期来规划，新建的住宅有13万多户，包租代管会有17万户，总共会有30万户。国民党好友义表示，会提供包括贷款、利息的补贴、利息的优惠，还有参民间做伙设多元的公共主体。1500万的额度可以全额贷，利息搁少给你补贴，5年后搁给你包半码。都希望大家一旦进买到厝，租出房屋的租金一定要实价登录。房东出来放出来，咱就说甲扣紧的，公家甲民间做伙来投资来起。我们去供多元的公宅建设，有社会住宅，有企业劳工宅，有地上权的住宅，各有包租代管，各有租金补贴，
我国的是120万户。各候选人拢提出政绩巨大，目标是希望让少年人会当有一间家己的厝。经济不动产加大服务平台的资料发现，最近10年以来，转台贷款买厝的民众年会有明显增加。2023年前3季，全国有排除贷款的一半以上，拢是超过40岁的人，显示少年人根本无财力负担。安怎实现居住正义，是未来总统一定要做的代志。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伫大选的前一天，高雄也传出庆声，三明区一间酸拄仔伊的店家，今早起6点有人向天棚开枪了后，随来离开。据说这天棚的阿摩托角跌落来，击到查某店员。警方下晡也抓到这开枪嫌犯。初步了解是因为进前伫咧店内和人有纠纷，才会起冲突。目前也正咧追查另外一名共犯。判决透早6点左右，地部查甫人甲监判进入到药店，无偌久就传出枪声，犯案2人入去店内向天棚开枪，佮赶紧倒离开。这一枪无拍到人，煞互天棚暗头角落落来，讲到女店员，伊暗着头，正惊行，等咧送医。有听到什么吗？我也没听到。怎么会啦？我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聚餐。现场无找到枪支卡，警方研判这查甫人用的是电毒枪。下晡伫台南抓到提枪的测试的查甫人，也发现涉案的枪甲安徽他命。伊表示是因为进前甲店家去冤家才开枪结婚。犯前坦诚曾到过该店，并曾与店家发生口角纠纷，因而怀恨在心而犯案。这间导游店开2年，煞伫总统伫会议投票节进前的敏感时机，互人开枪，互警方唔敢大意。除了继续追查另外一个在逃用犯以外，也要扩大侦办是毋是其他人员涉案。测试的查甫人也被依照恐吓伤害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提醒观众朋友，伫咧海边啊，看到这海洋动物的尸体，千万唔通接近。台东绿岛呢，就有民众发现讲有一只海鸥跨沙死伫咧海边啊，而且伊的身躯顶已经互人挂巴去啊。海保署和救援团队发现讲，这是一只真罕见的海鸥，即马也要用20万的奖金，互民众大家来斗找这个头挂巴的凶手。2年前，小海洋船伫成功外海发现一群海鸥甲海猪啊，因拢唔惊人。解说员发现这是神秘的银形器中喙鲸，因为因甲一般的中喙鲸真像，伫海上分较袂出来，而且全球发现数量真少，是真罕见保育类的海鸥。世界最神秘的鲸类哦。它的那个个体资料比较少被发现，那主要都是用渔获，因为渔获致死或者是搁浅致死的这样的个体才能够去找到它。啊，毋过有一只银形器中喙鲸，特别互绿岛民众发现掉伫叉口海岸，而且身躯互人切挂，甚至挂走一大块肉。海保署甲鲸豚救援团队去调查，伫附近海沙堡发现一块肉块，真残忍。海保署即马要发出上悬20万块的奖励金，请民众提供线索追查凶手。因而破案的话，我们会依据奖励办法，在根据协力的情形，在适当的这个额度之内呢，给予最高的奖励。海保署表示，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太保育类野生动物会当罚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各罚20万至100万，呼吁民众唔通违法。记者综合报道。过年时啊，真侪人拢会摕这乌鱼子当做伴手去送人。不过，伫咧高雄家庭呢，就这头家甲这乌鱼子摕出来拍一头，就人趁头家无注意去偷摕乌鱼子。警方调监视器找人，落尾抓到一个姓黄嫌犯，敲到12臂的乌鱼子，价值10.8块。即马嫌犯也移送法办咯。嫌犯骑脚踏车来到店家附近，行往画面正边，无偌久，佮捧一包物件转来。伊摕的就是人讲乌金的乌鱼子。高雄家庭有一个店家拍的乌鱼子，1月定定红偷。警方循线追查，发现嫌犯是一个70岁黄姓阿伯。黄姓窃嫌已多次行窃，此次在欲着手行窃之际，为被害人发现并报案请求本所协助。经本所警力赶赴现场。当场逮捕黄姓窃嫌，并查获乌鱼子等相关证物。警方敲出12片，价值总共1万8的乌鱼子，但店家统计共偷去至少25片，怀疑嫌犯将部分卖掉还是借去。
警方以切盗罪将嫌犯移送。嫌犯看到乌金的价值去偷，但今年冬天因为较温暖，乌鱼大丰收，野生的乌鱼子颠倒价钱有淡薄仔落来。超过了咱这个冬季以后吼，所以伫这个季节，较来采收到的乌鱼子会变成个这个咱的供需上吼，有淡薄仔会小可会小可影响到。所以今年的野生的海子的乌鱼子吼，有小可价钱上有小可淡薄仔较落。有业者表示，查某囡仔手办大细的野生乌鱼子，目前价销大约2300，比去年俗大约100块。养殖的乌鱼子受饲料等成本起价影响，价销维持平稳，甚至有淡薄仔起来。离过年阁有将近1个月，业者评估要等大选了后，乌鱼子的买气才会渐渐起来。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家己报道。即摆离旧历过年差不多还阁1个月时间，真侪民众开始伫咧大饼扫路。这物件若准无要伫拼掉，就是本数回收就变资源。若旧历过年进前呢，各地头的清洁队拢会开放民众申请清运大型家具，其中这碰层要拼要处理是上麻烦的。不过彰化溪州的本数资源回收分化厂招待生，去年就引进大型的加喙机。一工就会当处理200地碰层贴啊，而且阁会当把这材料分类出来。固定式起动机的掠斗直接甲无一致的碰层掠起来，等入去正大的破碎机内面。不过10分钟，大型碰层的铁镜仔含布料就变作脆片，会当烧的就入去焚化炉，若袂当烧的就放伫另外一边，安尼就分类完成啊。就是把弹簧里面的布跟铁件的部分去把它破碎掉，那再透过了一个磁选机，透过磁选机将布跟铁件去做分类，最后把布的部分就是可以燃烧的部分，那再把它投进去焚化炉的储坑里面去做燃烧。旧历的过年就要到啊！彰化各乡镇公所开放民众登记清运大型的家具，其中无一致的碰层处理是上高工，清洁队若是用人工来拆，一工敢会当处理50顶尔。关府溪州本所资源回收分化厂去年第一摆引进伊人式正大的破碎机，一工就会当处理200顶。公所在拆解，它一天大概只能拆解大概50床的床垫左右。那如果透过我们这个破碎机破碎的话，它一天就可以到达大概200床左右，所以大概整个速度大概是传统的大概5倍。我们今年目前已经进了大概600床，那现在目前600床都已经处理完毕。环保局讲，目前有彰化市、花坛、河美、秀水、北斗5个乡镇市的清洁队申请协助破碎处理。按算到旧历过年进前，阁有400顶无一致的碰层会运过来。头起来敢若山的铁仔会送去资源回收场来卖钱。按算1000顶面层的铁仔会当替县府赚16万。记者综合报道。过年伫要到啊，咱的传统是拢爱食甜，不管是甜粿、麻粩、菇仔包，也是讲这糖仔饼，拢爱用到糖。全球气候变迁，这印度、泰国的甘蔗产量也对咧减少。去年11月，糖的价销出现12年来上介悬的纪录。虽然即马这价销有小可稳定，不过业者甲民众依然嫌讲这糖仔伤过贵啊。旧历过年就要到啊，糖仔饼是过年一定爱食四收啊，民众大包小包来款。不过今年过年若是买糖仔饼，恐惊爱开更加侪钱。民众怨叹，啥物物件拢起，连糖仔饼因为1斤65块，买到即马拢要100外块，实在无法度接受。对65一直买，经过5-6冬了，正起甲比100，伊是逐年慢慢拢一直起啊。5块至20块安尼啦。一斤哦，1斤就等于600公克。其实国际糖价为去年开始起，因为印度、泰国是生产甘蔗真济国家，加上气候变迁，地数产量减少。业者表示，去年底糖价起上济，25斤的白糖起到900块，虽然即马价销差不多降到800块，共款足贵的。包像25公斤的特砂二砂，大概一包将近快900块。哎呀。然后到现在已经降到大概800块左右。全年的雨量无减，暗哥吼，因迄个暴雨跟干旱的时期吼增多，啊，这对甘蔗的迄个其中的影响是真大。台糖表示，国际糖价去年11月是上高点，价销起到1公吨745美金，起了35.9%，是12冬以来上悬。即马价销虽然有较降落来一丝仔。
毋过连带糖制品有影响。今年过年若是买四手啊，民众的钱袋啊可能爱靠较深的才食会到。记者钟义辉、顾朝阳高雄报道。即马菊花当咧大出，毋过农民表示，因为今年天气烧热，菊花大了伤紧，量一济，这市场价销就变歹。亲像一般品种的菊花，一把成本是40-50块，即马批发价敢若剩20-30块，根本就无够成本。十花五色的菊花花开甲长水，中华是台湾菊花花主要的产地，即阵正是采收期。毋过花农讲，今年寒冷，中部天气稳定。热到超过25度，甚至拄到30度，温度悬，菊甲大伤紧，袂复销，即阵卖价销拢无好，较无好，较无好为虾米？会俗啊，较无摊头啊，吹9月半才会好啊。头尾个边仔即个一直走到遐人就当咧大家，你甲过年25、26啊人就较奢侈啊。花农表示，这1-2年因为国际战争造成化学肥料起价，佮有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加上受到天气暖化影响，拢互因种花的成本愈踏愈悬，利润愈来愈薄。传统品种的菊花可能20-30块，现在最基本的品种种的菊花的对成本就爱差伫40-50块啊。这几天花价较俗嘛，佮一点就是像这个时候大概28、9度，花开足紧的。所以农民采收也很急，又价钱又不好的，搁压榨啊。即马市面上的品种是秋冬菊较济，所以讲即几天阮就是特别针对热天的品种去做诱进，辅导产业，互因有较济新的品种会点活用。台湾菊花花虽望规年冬天拢有出，毋过菊仔行热。台中区农业改农场就表示，因即几冬要培育耐高温品种的菊仔，互农民试种，希望会当降低天气暖化带来影响。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为了要推广在地文化甲科技教育，新德市加入教育文化业者合作，出版《成风者》的秘密任务台语有声绘本，活泼趣味的图加上台语、华语2种版本，来讲新德市成风者社经知识，希望提升大家对本土语言甲文化认同。热烈滚滚的顶头表演，这是今年旧历7月半新德成风夜社景活动。为着让更加多人来明白在地描绘文化，新德市特别邀请教育文化业者设计台语甲华语的成风者秘密任务绘本。那新竹都城隍庙有着非常丰富的知识面向，我们选择了习俗文化领域中的地展点玩行空贼作为故事主轴。那相较新竹都城隍庙的其他知识，我想这个活动对于儿童来说熟悉度是比较高的。对于住在城隍庙周边的学童来说，热闹的绕境活动更是生活记忆的一环。民众只要利用手机扫绘本顶面的 QR code， 就当听到台语发音的小解。逐当的迎成风拢是农历7月办的哦。像咱咧晓大安尼，农历7月，阴间的好兄弟嘛会来人间放假。有声绘本的内容主要是咧讲中原成风者的故事，会当学台语，会当明白民俗文化历史记忆。我们将知识内容包装成故事剧情，让儿童更好地理解重点资讯。故事中的角色表现、情感转折以及克服困难的过程，更能引起儿童的兴趣与共鸣。希望透过这简单的图文的故事，互咱的囡仔会使熟悉得参中原成风者的在地文化，也提升因对本土语言甲文化的认同感。新德市文化局指出，成风者秘密任务绘本。目前除了在新德市的图书馆看会到，已经送去国小当作推广台语的教材。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目前，当咧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消费电子展 CES 出现真多元智慧型创新产品，亲像 AI 调酒师，看这人客表情心情，配适合的酒予人客啉。另外，还有免插电，直接搭伫咧壁顶头的电视。这看起来亲像自动化工厂内底机械手骨，不过伊做的是咧调酒的工作。韩国岛山集团所属的机器人事业部第104年电子展推出的这款机器人来调酒，主要用机械手骨的各个关节，做出掠酒杯加倒无同款饮料成分的动作，也可用侦测人客面部表情，判断顾客喜怒哀乐，调整酒的比例。
ChatGPT, this judges your based on your face, it judges your feeling and mood. So based on your feeling and mood, ChatGPT recommend you the right cocktail. CES 每年拢会伫拉斯维加斯举办，暗过也拢吸引世界各国厂商。除了韩国的刀山集团、荷兰导演科技业者是推出亲像玩具时新的产品，暗过要制造这种真人大细时新为民准备工作所需要器材是无简单。We have a camera. We originate the signal with a very high-resolution 4K camera. We use a background, a pretty simple background, and it actually transmits then into our hologram display and comes out as a 3D image and a very, very lifelike. 会场的模具特别卖到伫导演机边，暗过真实使用情景是透过网络玩具连接，或者活灵灵的真人影像出现伫街路，或者是厝内导演荧幕。若只是想要看电视，英国参展的平面电视业者 Dispress 推出这种讲免任何外接电源线，才有平整的壁面对应安装的大型平面电视。No hardware, no adhesives, no installation. If you've got a flat surface, you've got a place for displays. 甲刀山集团共款来做韩国的家电大厂 LG 2023年消费电子展，都推出用充电电池免外接电源线的大型平面电视，显示业者正看好这种产品的市场。公司新闻时间前朋友。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2度到23度。苗栗到云林对10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2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2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明仔载下晡5点到暗时10点呢，公司台记台有大选开票特别节目，邀请观众朋友做伙来关心开票进度，听专家分析选情。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5点再相会。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去